台湾国际兰花展即阵正咧举办，初八开幕迄天是声超过4.5万人去参观，比旧年加3倍。不过，煞有民众反映这路边黑白停车指示牌无清楚的问题，主办单位就回应讲会赶紧改善。 台湾国际兰展当咧台南后壁区举办，无论是园区内也是外围路段，拢真侪车。平常去参加日拢同款，不过有民众怨叹讲，展览的停车规划动线伤过乱，互人三无涨。就算有说指示牌标示嘛无清楚，嘛有时多是认为停车停真远，对有年纪的人真正无介优先。看人均位对去，咱就对那个，都无踩什么牌啊哩。 阮今仔开车来啊，就停去到迄边啊。我就讲若行到兰花遐吼，真正多才歪意啊。后来几啊届啊啦，大概拢为着停车吼足生气的。安怎讲？头前会使停，无要互阮停，一直甲阮指挥足远的去。展览初八开幕，到今已经有8万人来吃，就因为今年来的人比去年加较侪，地区停车的问题浮出来，有民代建议应该找大型的停车场。 甲人集中，改用专接车载入去会场较好势。伊嘛呼吁中央就要通盘规划第二期园区。展览大会回应已经有开检讨会议，后续会加强标示动线规划。那有120公顷来对，我的公共设施用地加多，我们希望中央立即回归中央啊，能够妥善的因应。 掌管的面积的需求。目前呢，咱有加真挂一寡的迄种咱指引的这个标志。咱停车，尤其到迄种咱拜六时啊、要拜时啊的时阵吼，咱嘛会加真挂一寡咱的接驳这方面的一寡车辆，哦，来舒缓大家民众离距离上的这个范围。市府讲，交通部分嘛已经有协调警察局参交通局，会加强现场巡逻参管制。这摆兰展到3月23，主办单位表示会随时改善状况，确保整体交通无问题，要予游客一个较好的赏花体验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